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3月31日至2025年4月3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理論上嚟講，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有可能會促使資金回流美國，進而推高美元。呢種情況可能會令美國通脹上升，從而減慢美聯儲嘅減息步伐，推動美元指數上升。如果未來關稅嘅具體細節明確，而且稅率低過市場預期，美股有機會迎嚟反彈。市場數據嘅反應會係關鍵，投資者可以密切留意相關指標，去掌握市場動態。不過，美國對全球嘅關稅行動升級，對所有非美國製造嘅進口汽車徵收25%關稅，已經引發咗市場嘅負面情緒，令到美股表現唔理想。近期美股走勢唔穩定，星期一至星期五連續下跌，市場情緒受到影響，反映出投資者對未來嘅擔憂。除此之外，特朗普嘅政策變化令市場面臨更加多嘅不確定性，短期內觀望情緒好濃，係咪見底仲要再觀察。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唔單止增加咗市場嘅不明朗因素，仲有可能加劇經濟衰退嘅風險。市場擔心貿易戰嘅擴大會令經濟進一步放緩，呢個令到美股喺短期內面臨下跌壓力。如果美國同加拿大未能達成短期貿易協議，估計美股下個禮拜會繼續下跌。呢啲因素令到美股未來嘅走勢變得更加複雜，投資者要小心應對。總括嚟講，雖然有啲正面嘅市場因素存在，但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同相關經濟指標嘅負面影響，令到美股前景依然堅實。隨住市場進一步炒作經濟衰退嘅可能性，未來幾個禮拜嘅表現可能都唔會太理想。投資者要保持警惕，留意市場動態，以便即時調整投資策略，應對潛在嘅風險同挑戰。